息繼續分為保密同非保密內容嘅。非保密內容方面，最感動嘅係郵輪旅程嘅各種印證，通通都指向高達動世啊！聽翻4號組嘅訪問就更加明白，原來最震撼到郵輪高層嘅係小獅子單純愛牧師嘅心啊！世人睇落係虧本嘅付出，在石安睇嚟，單單係因為愛牧師，就理所當然咁常以為虧欠，無條件付出。哇！呢份感動世人嘅愛真係好偉大，咁至係教會嚟啊！立即睇睇條骨先啦。Part 1：郵輪之旅與石安新歌蛻變故事嘅共同訊息。即將上映嘅高達電影同石安新歌蛻變故事串聯起嚟，就印證郵輪之旅肯定係神嘅精心佈局，為要塑造石安成為末後嘅挪亞方舟。Part 2：高達模型展覽之234事。4號組不計代價為牧師付出，令 Agents 姐姐同船員重新認識教會，仲引發咗唔少感人見證，衷心感謝神啊！ Part 3：藉模型傳承信仰生命，感動郵輪高層。4號組無私嘅付出同溫暖嘅家庭氣氛，深深觸動咗郵輪高層，顛覆佢哋對教會同信仰嘅印象。呢種嚟自天國家庭嘅幸福感，就係人一生不斷追尋嘅意義。哇，好感動啊！立即開始逐 part 睇啦。Part 1：郵輪之旅與石安新歌蛻變故事嘅共同訊息。郵輪之旅嘅共同訊息陸續有嚟，今次仲連繫埋石安新歌蛻變故事添，一齊嚟睇睇。一期與文化密碼印證末世審判展開。原來將上船日8月17號轉化為農曆嘅8月17，就係今年嘅10月8號，即係哈米吉多頓大戰嘅1008啦。仲有上星期首播嘅新歌係 ZNS 1267B2 蛻變故事，佢嘅文化密碼係152。咦，調轉咪就係約旦河嘅長度251公里咯。意思即係過咗約旦河嘅約書亞世代將會蛻變成世人嘅審判官啊。2. 石安釋放光恩膏嘅印證。今年10月10號，官方出咗下年劇場版高達嘅預告，叫《閃光的哈薩威克爾克的魔女》。哇，閃光咪就係牧師獨創嘅燈光效果咯。而且閃光仲可以係光恩膏嘅意思，佢嘅英文 Flash 文化密碼就係46，即係石安教會啊。今次高達新片除咗印證石安獨家嘅燈效技術，仲確認埋我哋就係可以釋放光恩膏嘅新婦教會，感謝神。3. 閃光的哈薩威嘅更多印證。呢套劇場版高達仲有好多印證，最驚人嘅係主角叫做哈薩威諾亞，哇，直頭係指向最近講緊石安就係末後嘅挪亞方舟啊！咁啱得咁巧，主角同次恩一樣係25歲，而主角嘅爸爸叫做 Bright Noah， 發光嘅挪亞，有對應郵輪之旅嘅光恩膏啊，勁！仲有第一部劇場版嘅原定上映日期係2020年7月23，即係時鐘上嘅1923。跟住6月4號宣布延期，又係64，最後延遲到6月11日接播出，調轉咪係911咯。仲有，故事一開始話主角4月19號坐穿梭機去香港，哇，咪就係綠豆師母嘅生日，同埋第9次雪的聚會嘅日期咯，真係好震撼啊。4. 大白鵝高達連繫蛻變故事主題，其中一部出現喺閃光的哈薩威嘅高達，就係綽號大白鵝嘅奧德修斯高達，睇下真係幾似一隻鵝噶哈。可能你都即刻記得上星期嘅主日新歌蛻變故事就係講緊醜小鴨變成白天鵝，一樣係大白鵝啊！而且大白鵝仲係斯姆科林喺動物母嘉年華指定用嘅動物母，真係中到應一應啊！5. The Gundam Base 登陸啟德郵輪碼頭，最後超興奮嘅消息就係高達模型官方旗艦店嘅香港選址揀中咗啟德郵輪碼頭附近嘅啟德雙子匯，以後再有機會上船嘅話就可以大買特買啦，哈！Part 2高達模型展覽之234。今次郵輪之旅嘅成功，當然唔少得高達模型展啦，所以跟住就係4號組同工嘅訪問啦，一齊睇睇學嘢啦。1. 牧師早就預見以高達傳福音嘅新模式，原來以高達接觸外邦人，令佢哋認識石安，唔係近期至講，早喺2022年牧師就有呢個 idea 啦，所以當時成立咗石安加工坊，打算將嗰啲靚到揼一聲嘅高達加埋 E-Song 做成 MV， 擺上網俾更多人睇到。終於到咗今年4月，石安加工坊就喺各大社交平台運作，效果都唔錯嘅，有成幾千個 follow 啊，個個星期追住嚟睇。不過估唔到牧師呢個願景嘅 substance 竟然係喺高達模型展覽實現啊！其實由4號組上船 set up 開始，就經已吸引咗船上高層嘅注意，猛咁話好想嚟參觀。最終麻麻牧師都岌頭開設專屬時段俾佢哋，接待咗超過100位外邦人，包括郵輪總裁、高層同船員。就係咁，至有後嚟咁多美好嘅見證咋。所以真係要多謝麻麻牧師嘅先知先覺，至可以祝福到咁多人。2. 弟兄姊妹無償付出，震撼郵輪 agent。高達模型展覽都未開始，就勁到震親班 agent 姐姐啦。除咗因為 artifact 細細粒仲可以裝到咁多燈咁靚之外，最令佢哋驚訝嘅係
弟兄姊妹竟然自費上船 set up， 哇，冇人工收，仲要俾特，而且做到3、4點冇人見到，都仲要盡善盡美，執到最靚，做到咁盡，係愛定責任啊？當然，我哋都知100%肯定係因為愛啦。但係 agent 姐姐都忍唔住問完又問，真係嘅？自費喎，真係㗎？跟住佢哋又見到有姊妹拎住支辣雞焊接，好似好專業咁，又忍唔住問佢哋本身係咪做開嗰行，所以順便嚟幫手咋？答案再次超出佢哋嘅預期，唔係啊，大家都只係因為牧師想砌模型而自發學習、自我成長，就係咁簡單。對於外邦人嚟講，真係從來未見過世上有間咁嘅教會可以單單因為愛而付出，而且唔係淨講出錢，仲係盡心盡意盡力專業咁做好每個細節。呢份愛勁到佢哋下巴都跌晒落嚟 ，so amazing。3. 高達模型感動人心嘅見證。除咗 agent 姐姐被提早上船嘅4號組震撼到之外，同工仲分享咗幾個好感動嘅見證。子龍就話，其中一晚見到個清潔叔叔參觀完之後，眼濕濕咁走嚟多謝佢。發生咩事呢？原來叔叔長年喺船上工作，一直都同仔仔冇兩句，關係疏離。但正因為模型展嘅出現，令叔叔同仔仔之間有咗共同話題，重新建立聯繫。哇，聽完都眼濕濕。原來4號組只係為咗報答牧師而做嘅嘢，竟然可以咁樣祝福到人。另外，雲彩接待咗個護士姐姐，初佢都有啲拘謹㗎，但睇下就越嚟越興奮，仲話想同4號組 selfie 留念添。當雲彩介紹到吉翁號係送俾牧師嘅父親節禮物之後，就順便分享埋 E-Song Father's Love 啦。點知護士姐姐竟然感動到喊喎，原來佢亦係因為上船工作嘅緣故，好難同屋企人溝通，所以吉翁號同 Father's Love 呢兩份父親節禮物，令佢諗翻起家人嘅愛啊！衷心感謝神，透過高達同 E-Song 前果人受傷嘅心靈。最後，另一位同工嘉文都分享到，佢嘅上司係一個見多識廣嘅營運總裁。過往上司對教會嘅資訊都唔多感興趣，但係今次完全唔同啊！當上司睇完石安加工坊嘅 MV 之後，就被模型嘅精細度震撼。再當佢了解到參與製作模型嘅係一班女仔太太之後，仲覺得好誇張勁，話睇得出教會真係專業，係真材實料啊！哇，咁咪就係牧師3年前所講，高達可以打破語言同文化嘅界限，成為大家認識石安嘅渠道咯。好，睇完咁多感動人心嘅見證之後，一定要將榮耀頌讚歸俾神啦，感謝神。Part 3，藉模型傳承信仰生命，感動郵輪高層。好啦，終於講到一眾郵輪高層啦，大家都知佢哋最終真係好佩服石安嘅，但係成件事係點發展嘅呢？原來郵輪高層嚟參觀模型展覽，係以一個研究500強企業嘅心態向石安學習。事關佢哋見證住一班冇血緣關係嘅人，為咗完成牧師嘅心願而盡心竭力自發成長。一部咁複雜嘅高達，竟然可以由一班唔同背景、毫無專業經驗嘅人合作完成，過程不問回報，甚至倒貼都笑住做，仲要做到極致。以上每一點都令高層拗爆頭，追住想問到答案啦。其中雲彩喺接待郵輪總裁同總嗰陣就解釋俾佢聽，係嘅，信仰同高達無關，但係當4號組以愛牧師嘅心自發參與製作，無意間接通咗上下兩代嘅聯繫，令教會有全新傳承嘅方式。例如啱啱提到一部咁複雜嘅高達，點解可以分工俾幾百人，每人做少少都唔亂嘅呢？答案就係牧師早就教過要有藍圖，當所有人望住同一幅終極藍圖，當然就自然唔會亂啦。就係咁，4號組喺製作高達嘅過程就可以一啲啲咁學習牧師嘅智慧，甚至成全牧師嘅信仰品格啦。呢個答案令童總好感動啊，因為佢自己都係一個爸爸嚟，都好希望將最好嘅傳俾下一代。而教會強調嘅品格傳承，咪就係最好最珍貴嘅咯。跟住麻麻牧師就補充，呢班郵輪高層話就話係社會最頂尖嘅精英，其實同普通人一樣，佢哋都尋找緊人生嘅意義。直至遇到石安，眼前呢班砌緊高達模型嘅基督徒，又專業又有策略，又開心又 warm，佢哋終於發現，咦，有啲唔妥喎，似乎我哋比佢哋更早揾到生命嘅意義同答案，所以至不停追問，想更深了解石安咯。而童總嘅反應就證明咗，石安係一家展現出優美品格同愛，就係佢哋真正羨慕嘅幸福啦。當然啦，唔止社會精英同郵輪高層嘅，連 agent 姐姐同埋船上面嘅基層員工都好感受到，係弟兄姊妹嘅性格令佢哋格外珍惜善待每個船員。原來有神嘅教會係咁嘅。好啦，再睇翻2022年，牧師就講咗，外邦人可以透過高達認識石安，原來就係咁解，勁到甩髀啊！今次嘅郵輪之旅令牧師更加相信，辛苦最後要做嘅事就係同主耶穌一齊建立好永恆嘅天國家庭。好，咁我都要一齊努力，配得成為呢個家嘅一份子啦。最後嚟個重點回顧，加深印象啦。1. 郵輪之旅與石安新歌蛻變故事嘅共同訊息，嚟緊將會上映嘅高達電影同石安新歌蛻變故事，印證郵輪之旅肯定係神嘅精心佈局，確立石安就係末後嘅挪亞方舟。
2. 高達模型展覽之234事號組弟兄姊妹不計代價付出，呢份單純同努力，令 Agents 姐姐同船員重新認識教會，打開咗一道讓外邦人認識錫安嘅門。哇！感謝神啊！3. 藉模型傳承信仰生命，感動郵輪高層。郵輪高層從弟兄姊妹身上感受到一份溫暖嘅家庭氣氛，發現呢種嚟自天國家庭嘅幸福感，就係生命嘅真正意義啦。10萬倍祝福嫲嫲牧師嘅分享啊！最後我哋一齊宣告3次啦！感謝神帶領我哋133同心侍奉神，感謝神帶領我哋133同心侍奉神，感謝神帶領我哋133同心侍奉神。